继续来看云林西地果菜市场供应着全国1/3的蔬果，讲过年前货源充足，绩效嘛真稳定。年要到啊，青菜水果的需要量是愈来愈大。西地果菜市场表示讲，即马每一天平均的交易量差不多850吨以上，市场加正无闲。因为现在过年都在备货嘛，备货是超市很多都进来了啊。你看现在大货进来，都整台的货车、菜车都进来了。云林县青菜供应量差不多占全国的1/3。最近因为天气较稳定，青菜供应量正充足，平均的交易价效每公斤差不多是25到30块。我们希望整个供货是稳定的那价格也是平稳的即摆家家户户拢咧开始传年货，也希望讲这辛苦的农友会当安心过新年。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